近日印度空軍派咗4架陣風戰機咧，就諗住深入巴基斯坦所控制嘅喀什米爾地區嗰度進行所謂嘅夜間巡邏喎。但係點知啊，巴基斯坦2架嘅戰鬥機升空，印度仔就竟然主動撤退喎。咁呢一場嘅空中博弈又帶有啲乜嘢含義呢？咁喺我哋開始講呢個話題之前呢，同大家講聲，我哋禮拜六嘅夜晚係會有直播㗎。咁時間咧就大約會係夜晚9點鐘，亦都會因應情況而提早進行直播㗎。咁大家今晚咧就擔定凳仔啦。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眼。最近喺印度同埋巴基斯坦緊張之際啊，喺喀什米爾嘅上空咧就進行咗一場空中博弈嘅。咁呢一場嘅空中博弈咧就係咁樣嘅。喺4月最後嘅一日嘅凌晨，印度嘅空軍喺靠近喀什米爾嘅空軍基地咧就準備咗4架陣風戰鬥機嚟起飛喎。當時咧就凌晨嘅3點鐘嚟㗎。而根據翻監測到嘅數據所顯示到啊，印度仔嘅呢4架陣風戰鬥機咧，從印度嘅一方起咗飛之後咧，就以低空突防嘅戰術隊形，就向呢個喀什米爾嘅實際控制線嗰度去到逼近嘅。不過巴基斯坦嘅防空雷達咧就好快捕捉到呢啲消息啊，所以就立即咧啟動咗應急機制啦。咦，咁一場空中大戰會唔會一觸即發呢？我哋將時間回到去呢個2019年嘅時候，當年嘅2月14號咧，印度所控制到嘅喀什米爾地區又係發生一起嚇人事件嘅。咁嗰一次嘅嚇人事件咧，就造成咗幾十個印度士兵嘅離去。咁所以印度仔喺嗰陣時啊係非常之嬲㗎，仲話到嗰一次嘅嚇人事件就係巴基斯坦所支持到嘅武裝組織所發動嘅一場襲擊嚟㗎。咁所以印度仔喺唔夠2個禮拜嘅時間之內咧，就策劃咗一場空襲行動啊。咁當時印度嘅空軍就出動咗12架幻影戰鬥機，就誓要將呢個巴基斯坦所控制到嘅喀什米爾地區裡面嗰啲所謂嘅嚇人組織咧打成幻影㗎喎。雖然喺呢件事當中巴基斯坦係否認咗嗰個襲擊係同佢哋有關，而且仲否認咗喺喀什米爾地區係有嗰啲嚇人分子嘅基地。咁但係印度仔唔理3721啦，炸咗先算啦。咁呢一次嘅空襲行動令到巴基斯坦發誓一定要報復。咁所以巴基斯坦嘅空軍第2日就即刻派出咗F-16戰鬥機，仲有梟龍戰鬥機，就嚟到對翻呢個印度所控制到嘅喀什米爾地區去到進行一啲報復性嘅打擊啦。咁於是乎雙方喺空中就展開咗一場激烈嘅空戰啊。咁呢一場嘅空戰的而且確係有戰鬥機係被擊落㗎。咁根據巴基斯坦嘅説法佢哋係擊落咗2架印度嘅戰鬥機，一架就係蘇30，一架就米格21嚟㗎。而印度仔方面嘅説法就只係承認米格21係被擊落。咁但係呢件事件被擊落嘅米格21戰鬥機，佢嘅駕駛員喺跳傘之後，亦都係俾巴基斯坦方面嚟到俘虜咗㗎。而印度仔就話到自己亦都係有份擊落呢個巴基斯坦嘅戰鬥機，話擊落咗一架 F-16喎。不過巴基斯坦方面就當然否認啦。咁 F-16本身就係美國嘅戰鬥機嚟㗎嘛。而根據美國國防部嘅調查所顯示到巴基斯坦嘅 F-16庫存係冇減少過㗎喎。咁即係話到印度話擊落巴基斯坦嘅 F-16戰鬥機純屬虛構嘅。咁好啦，2019年嘅嗰次空中大戰，佢嘅背景發生同而家2025年今次嘅空中對峙係非常之相似㗎，都係呢個印度所控制到嘅喀什米爾地區就發生咗一啲嚇人嘅事件，而呢啲事件亦都係造成幾十名人員嘅離去。咁會唔會今次印度仔派出4架嘅陣風戰鬥機，又係想仿效當年嘅報復行動嚟到對呢個巴基斯坦所控制到嘅喀什米爾地區去到進行襲擊呢？咁非常之有可能㗎。不過今次巴基斯坦嘅反應係非常之快啊！當佢哋嘅防空指揮中心立即啟動咗應急機制之後佢哋立即派咗戰鬥機就升空去到攔截㗎。咁巴基斯坦方面採取嘅係雙機編隊，即是話2架飛機就一齊行必。咁呢個概念大家就好明白啦。而同19年唔同嘅就係19年巴基斯坦係未有反應得咁快。
咁所以就令到印度仔咧可以成功咁樣嚟到襲擊地面嘅目標。仲有就係2019年嘅時候，巴基斯坦咧當時主要迎戰印度仔嘅戰鬥機就係 F-16同埋梟龍戰鬥機，但係今次唔同今次有消息所指導到巴基斯坦方面派出嘅2架攔截嘅戰鬥機咧，就正係我哋中國嘅殲10 C 戰鬥機。所以呢個消息一傳出咧，其實全網好多人討論呢件事嘅時候都會將呢一個戰果誇大㗎。因為喺巴基斯坦派出雙機編隊嘅時候，飛到上去攔截嘅時候咧，就進行咗空中對峙。咁呢一場嘅空中對峙咧，係維持咗40分鐘。但係今次過咗40分鐘嘅空中對峙之後咧，印度仔嘅4架陣風戰鬥機係並冇作出任何對地嘅攻擊或者係對空嘅攻擊，反而係選擇主動離場。咁所以呢個消息一傳出去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好多網友都為我哋嘅殲10 C 去到鼓掌。有好多報道仲即刻話到肯定係因為我哋殲10 C 嘅性能咧，比起印度仔嘅陣風戰鬥機係犀利好多。而佢哋上到去天空之後發現唔對路啦，打唔過不如掉頭走啦。雖然話到咧，今次雙方喺空中對峙有好多詳細嘅資料咧，雙方嘅軍方都冇公布到出嚟㗎。咁但係根據到一啲已經公布咗出嚟嘅資料所顯示到其實巴基斯坦方面同埋印度方面咧，雙方嘅戰鬥機最近嘅距離係唔夠20公里㗎。咁雖然話到我哋殲10 C 咧，比起陣風戰鬥機，我哋係一款主打奪取制空權嘅戰鬥機，而殲10 C 所配備到嘅雙控陣雷達咧，亦都係比陣風戰鬥機照射得更加遠，可以探測到更加遠距離嘅目標。再講我哋嘅殲10 C 戰鬥機咧，機上面嘅標配就係配備咗霹靂15嘅空對空導彈，而呢一款空對空導彈咧，亦都係比起陣風戰鬥機上面嘅空導彈打得係更加遠。咁但係呢個並唔係話印度仔咧要掉頭走嘅原因嚟嘅，因為大家相距都只不過係20公里嘅話，就等於2個西部牛仔喺度準備對決嘅時候，大家用支槍指住大家，都企到大家面前啦。咁嗰支槍究竟射程幾遠，都唔係話影響到佢哋對峙嘅因素啦。咁但係印度仔4架嘅陣風戰鬥機對2架嘅殲10 C 戰鬥機喺數量上嚟講咧，就係今次對峙之中印度係佔優嘅。但係到最後佢哋都要掉頭走嘅話，咁印度仔咧必定有好多難言之隱嘅。而本身印度仔派得出4架嘅陣風戰鬥機咧，我諗佢必定唔係話想簡單咁樣試探一下巴基斯坦嘅空軍實力，而係真係有可能想潛入呢個巴基斯坦所控制到嘅喀什米爾地區嗰度，去到進行一啲襲擊㗎。因為當年佢哋都係咁樣嚟到襲擊巴基斯坦，仲聲稱話到咧，我都係打佢哋喀什米爾地區入面嘅一啲客人分子啫，即是以反恐為名嚟到發動襲擊啦。咁但係今次佢哋再度遇上呢個巴基斯坦嘅時候，有樣嘢可能印度仔方面咧，亦都係估漏咗嘅，就係今次巴基斯坦嘅反應係非常之迅速自從喀什米爾客人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印度仔好快就已經咧進行咗一啲軍事嘅行動，仲同呢個巴基斯坦咧係交緊火添。雖然就並未升級到去大規模嘅軍事衝突，但係呢一類小規模嘅軍事衝突咧，已經係令到巴基斯坦即刻打醒12分精神，仲宣布到佢哋喺呢個喀什米爾地區附近嘅機場24小時都要進入警備狀態㗎。咁再加上喀什米爾地區本身就非常之近巴基斯坦嘅政治中心，即是佢哋嘅首都伊斯蘭堡。如果按照印度仔陣風戰鬥機嘅速度嘅話咧，咁有專家計算過唔使4分鐘就可以飛到去呢個巴基斯坦嘅首都伊斯蘭堡啦。咁所以巴基斯坦嘅空軍一探測到印度仔升空啲戰鬥機，立即亦都係派出呢個戰鬥機嚟到升空，隨時準備攔截。一旦咧印度嘅空軍係作出任何嘅軍事行動，咁巴基斯坦好有可能就即刻還火噶啦，因為佢哋上次打嘅嗰場空戰都係幾年前嘅事情嚟嘅咋。咁所以首先印度仔嘅4架陣風戰鬥機，當佢哋飛到去挨近巴基斯坦嘅時候咧，發現今次巴基斯坦嘅反應咁迅速嘅，可能呢個亦都係令到佢哋嚇一驚嘅原因嚟㗎。因為當其時咧已經係凌晨嘅3點鐘啦，
咁除此之外咧，巴基斯坦係因為上次嘅空戰吸收咗教訓，所以佢呢幾年咧，亦都係入手咗廿幾架我哋中國嘅殲10 C 戰鬥機，再加上啊，除咗有我哋中國戰鬥機嘅加持，佢哋喺防空力量方面啊，亦都入咗幾款我哋中國嘅紅旗防空導彈噶。咁好啦，既然啊伊斯蘭堡咁近咧呢個喀什米爾地區，咁會唔會啊巴基斯坦早就料到啊，遲早有一日又會同你印度仔打噶啦？咁所以先會買定咁多我哋中國嘅紅旗防空導彈嘅啫。而喺巴基斯坦採購嘅紅旗防空導彈當中咧，仲要係唔止一款嘅喎，係採購咗幾款，有唔同嘅射程同埋唔同嘅性能，同埋有唔同嘅打擊能力。咁即係可以睇得出啊，巴基斯坦咧都係有備而嚟㗎，唔係話今時今日同你發生衝突先至去臨急抱佛腳嚟到武裝自己嘅空軍同埋防空力量。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防空導彈通常都會配備埋一啲防空導彈嘅雷達㗎，係整套咁樣去到出售㗎。咁會唔會喺印度仔派出呢4架嘅陣風戰鬥機嘅時候，雖然話到喺空中對峙嘅對象就係殲10 C 戰鬥機，而且大家最近都唔到20公里。如果咁樣睇牌面嘅話咧，咁雖然話到係可以忽略雷達嘅探測距離，同埋嗰啲空對空導彈嘅射程距離，去打一場咧零和遊戲，即使一架陣風換一架殲10 C 嘅話，咁印度仔都係損失2架，咁仲有2架可以繼續進行一軍事行動噶嘛？咁會唔會喺佢哋未準備好要進行呢場空中對決嘅時候，已經發現佢哋嘅陣風戰鬥機係俾巴基斯坦所購買到嘅中國防空導彈鎖定咗，所以要走呢？雖然話暫時雙方嘅軍方都冇俾到好多嘅數據同埋資料出嚟，但係好肯定咧，印度仔嘅撤退一定係覺得自己玩唔過先至走嘅，因為印度仔本身嘅性格就係欺善怕惡。以前佢哋毅然咁樣咧嚟到對呢個巴基斯坦進行空襲，都係諗住蝦呢個巴基斯坦嘅軍事力量唔夠佢哋印度咁強啫。咁雖然話喺數量上面嚟講，今時今日巴基斯坦咧都仲未及得上係印度㗎。咁但係巴基斯坦佢哋去武裝自己嘅軍隊嘅時候，佢哋似乎揾到一個方向，呢個方向咧就係買入中國嘅武器系統因為打防空打空戰唔淨止係要靠你戰機勁㗎，仲要靠成個防空系統喺背後支持住你啲戰機。所以而家巴基斯坦咧，佢又有我哋中國嘅戰鬥機，又有我哋中國嘅防空導彈系統，而印度仔本身咧，亦都係知道巴基斯坦係入咗我哋中國嘅殲10戰鬥機。而家印巴雙方喺空中上面嘅優勢，真係印度仔講唔埋會輸埋俾呢個巴基斯坦添咁所以印度仔今次咧同巴基斯坦去到進行呢個空中對峙，喺40分鐘後選擇自動離場，咁的而且確係一個明智嘅決定嚟㗎。因為若然印度再次喺空戰當中咧唔夠呢個巴基斯坦打嘅話，咁一嚟印度仔又要顏面掃地，咁二嚟咧呢一場空戰又可以為我哋中國武器去散靚招牌，咁所以對印度仔嚟講，又或者對美國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今日我哋嘅影片咧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頻道，拜拜。